支持林千婷嘅。OK， 林千婷玩遊戲曾經贏到最後啊！空年前嘅事啦。今日冇，今日準備咗個秘密武器。係。等我一陣先。秘密武器。佢頭先已經係咁講啦，好緊張。你有睇啲片喎？等陣先，選手係邊位先？選手係我哋一齊。OK，佢係策略伙伴。係啊，我諗住可以擾亂Jessica 嘅視線。你參加埋啲嘢㗎？佢會參加埋一份㗎？佢就係出揼咯。咁咪好咯，成日出佢有四隻手啊！你要估佢出邊隻手？因為我見到好多參賽者，佢都帶自己嘅 BB 嚟啦，咁我都可以帶。係啊。你有咩想講啊？有冇嘢想講 ？OK， 佢透露出啦。好啦，而家有30秒時間討論第一拳出咩？我發現我原來拎住支咪又拎住隻狗係出唔到拳。係你啱我都啱啱發現咗，唔好意思。你出咩啊？我未有諗法，我諗住隨心一陣。你咧？聽天由命，天命最高。支持長春機大家。記得去睇啊！呢度係啊，大家支持我哋呢個行業。Ready 好未？好嚟啦喎！第一拳5盤3勝啊！聽住，預備，開始。包剪。我幫你就位係軍師嘅力量。蜜月遊戲冠軍嘅力量。我講唔到啊，諗到啊。下一步我出剪，我出揼，好冇？好啊好啊好啊。預備好未？好。OK， 準備。開始。包剪揼。1比1。我哋都係誠實嘅人啊！我哋想打和咧，嗰個氣氛咧，再刺激啲，刺激啲。呢鋪唔講啦，呢鋪唔講啦，唔好講，直接嚟啦我哋。嗰陣時啱啱我出剪，佢出包，即係卡卡出咗2鋪包。OK，我唔係出揼咩頭先？出揼咩？我出揼啊！我出揼啊！你話死我自己都以為自己出咗包。等下先。好，大家開始計緊啦。仲有5秒。4、3、2。好，佢哋沉默思考，有得佢哋喺裏邊嚟啦，睇下最後出咩啦。各位選手預備。1比1啊！聽我指示。預備，開始。包剪揼。打我，繼續。包剪揼。好2比1。好緊張啊！只要 Jessica 有一鋪就贏㗎啦。Jessica 領先，林婷必須連追2分。你呢鋪出咩？我未有，我頭先都係亂嚟嘅咋。天命最高啦，好冇？好。好，交俾天命決定，天命難違。選手預備，開始。包剪揼。2比2。嚟到決勝拳，最後一拳就會決定邊位可以入8強。好緊張，我講唔到嘢。我都講唔到嘢。你咧？我可能唔信天命，我要努力查下先而家。你頭先出咗咩啊？剪。好。OK。俾少少時間你哋。非常緊張，因為打和咧係要繼續嗌包剪揼，猜到分出勝負為止。所以一陣間阿東一絲號令就會猜到分出勝負。4、3、2、1，選手預備，開始。包剪揼。千婷勝出。3比2，林千婷勝出。OK， 你想舉狗仔定嚟啦？好，呢今場嘅勝出者係林千婷同你嘅狗狗。OK， 多謝 Jessica， 多謝。多謝，雖敗猶榮咯。Thank you，卡卡，多謝你。好啦，嚟到16強嘅最後一場。